等一下再一次。绿茶完全不是发糕。那是我要念的，你干嘛念我的？对呀、发稿是什么？完全不是发糕。不是，我来。本节目为科普拉斯全新单元，聊剧、聊电影、聊动画，又能同时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哈密，听声音，听下来，剧透课语 ，Let's go！绿茶完全不是发稿，色呛梅清性甘甜。你今天喝什么茶？我刚才那一杯吗？绿茶加红茶。风茶完全发糕。等一下，你翻中文就好了。色水风，梅甘牛。等一下，再一次，你翻译就好了，你不要这么逞强。我从第一句开始吗？好，开始。绿茶完全不是发糕，色呛梅清性甘甜。绿茶完全不发酵，色香草青，味道清新甘甜。包种係冇按法嘅茶，色香碰通，悠悠講，梅有啲色。包種是輕發酵的茶，茶色蜜黃帶油光，味道帶青色。烏龍發下甜，茶甘嘅色，梅下盤甘酸。烏龍重發酵茶，茶色是橙色琥珀，味後重甘醇。風茶完全發酵，色水風，梅甘牛。紅茶全發酵茶，顏色最鮮紅，味道甘濃。對，有沒有覺得聽起來有點浪漫？今天我們開場的這段客語台詞呢，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有。其實呢，這是戲劇《茶經》第3集，就是天才茶師山妹的經典台詞。剛剛一理解是不是很像三妹？很像123的三。對，很像123的三妹。我真的很喜歡三妹這個角色，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好淳樸，來自於那種深山茶寮。她沒有讀過很多書，可是她卻有製茶的天分，所以你知道那種擁有天分的那種製茶的那種職人，所以當她念起上面那一段台詞的時候，超級有感覺。對，她念起來就很像閃妹啊，你念起來就真的很像三妹。等一下，散妹跟閃妹。等一下，我要講的是，剛才上面那段台詞其實很難，你聽中文就知道它很美。對，那我以前是很喜歡四線腔，我覺得好溫柔。可大家跟我講說，這一段台詞念海陸腔，其實特別有韻律感。真的，我覺得用海陸念起來的那個音調好像在唱歌，對，有這種感覺，很輕柔的感覺。對，不過說到山妹不是三妹。你知道當時 casting 的時候，很多人啊都好想演三妹的角色。你知道像你嗎？我不行啊。你知道為什麼嗎？兩個原因，第一，因為感覺上是職人；第二，台詞相對很少。雖然有上面那個很難，我剛剛分享的，不過相對台詞比較少。最重要的感覺是你想想看，你是一個茶的職人，那個手、那個茶葉、那個揉捻，是不是很有感覺？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耶。什麼問題？你是不是有 casting 這個三妹的角色？我跟你說，當然是沒有，因為誰要去自取其辱啊？你擺刀一下好嗎？好，那我現在替那個還沒看過《茶經》的聽眾朋友們來一段快速的懶人包哦。好喲。第1950年嘅用時，台灣嘅茶米比金美還較貴的時期。在1950年，當時台灣的茶葉比金子還貴重的時期，清代茶米出口上的土生總一行，同家把安泰的事業接下來。最大茶葉出口商的獨生女張藝興接手父親龐大的事業。大家做得想看啊，這是一張無松人的時代，一行
酿的滴像赞宠，按激烈的松松风，意思茶米重操奇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是一个没有女商人的时代，一心如何在商场如战场的尔虞我诈中，靠着茶叶创造奇迹。是，而且《茶经》呢也被誉为是最美的时代生活剧。它的故事灵感呢是来自于新竹北埔的知名茶叶商人江阿兴。那这位江阿兴呢，他非常不简单哦，他当时呢是拥有全台湾最大的茶厂跟最新的设备，他也呢掌握了全台湾最高的红茶出口量，整个北埔呢有70%的人都要靠他养。那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也见证了台湾茶的历史。我觉得这很重要。大家都很喜欢喝茶，尤其是像很多年轻人，真的是每天都一杯手摇饮，你有吧？有，还那么得意的脸。可是大家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台湾茶？所以说到台湾茶的历史，我一定要讲一下。台湾茶叶在1949年前后，曾经是台湾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它扮演了很重要的台湾的外交推手。外销到哪里？美洲啊、非洲啊、欧洲市场。大家想看看那个时候啊，一卡皮箱就去欧洲做生意。我们讲到那个年代，好像都只有粗布衫，对不对？然后踩在泥巴路。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更重要的事情是，台湾茶比例很少哦。你知道它只有1%，可是我们就靠那个1。跟全球其他的99一起来一较高低，所以我可以说那个时代真的是很奉新。哇，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感觉。没错，是那个量是小虾米，对，可是我们的能力是很好的。对，所以我刚刚才会说奉新啊。听说在这个粉丝专页有很多人在问这个奉新你现在是不是两个腔调有点高混？对，快搞混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来四线腔、奉神、海陆腔、奉新，不错。不过你刚刚讲是真的，因为那时候一播出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很多那个观众朋友就会说，到底那是什么意思？你应该有略略知道吼。这个奉神呢，它有时候呢可以用来夸赞别人，然后也有可能会不小心变成负面的感觉，变成负面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取决于用的情境，然后也取决于你用的口气。例如说像是你穿衣服穿得很挺拔，穿军服啊，很威风凛凛，我们可以说哇，凯香很丰神哦，懂丰神哦。对，或者是说其实你很多事情都做得很棒，然后你这个人都表现得很好，然后很杰出，我们也可以说凯香丰神哦，哎呦不错嘛，丰神哦。可是这个语气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很爱现好了，我举例，然后什么事情都很骄傲，然后很想要展现给别人知道，我也会说哎呦那个人很丰神呢。就变成了是一个比较宫斗剧，对，宫斗剧比较负面的一点点感觉。对，所以当大家问说到底奉神奉新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它就是会有正面的意思，但是也可能有负面的意思在里面。对，那另外一个很相似的词就是撒批哦。对，就是形容一个人很得意骄傲的样子。胸黑阿克熊拿到金钟奖，按撒批哦。好，这个我也可以，怎么样？就是如果我是真心祝福你，我就说，你真的很撒批呢，海陆腔，动撒批呢，好棒哦。然后我也说，动撒批哈。怎样拿到金奖啊？撒皮哦，逢神哦，请逢神嘛。好，我们要正面一点，我们要说，凯翔，你姐是动奉新呢，动撒皮呢，很棒，要正面一点哦，没错，不要偷偷在那边。我觉得我们快要离题了，不过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茶这件事情，所以当然就是要请大家可以跑步以茶，一边喝茶一边听我们的 podcast。 说到这，请问一下，你爱喝茶吗？ Of course， 你看董浩林茶，我非常喜欢喝茶，而且呢，我觉得我最爱喝的就是人家帮我泡好的。好糟糕，好糟糕哦！你该不会很喜欢去外面买那个手摇饮吧？对啊，人家帮你泡好的，当然就是直接喝啊，为什么还要自己花力气在那边？没有啦，开玩笑的。不过呢，我看完茶经之后啊，看完茶经 Go Hell， 我真的有开始去，比如说像是猫空啊，或者是去九份啊，来一趟就是品茶之旅，就是会想要去学习怎么泡茶。
好浪漫哦你。当然啦，那边还是有店员帮你泡好，但是就是理解一下他们泡茶的过程。那你最喜欢喝什么茶？就会爱的青好就会奶茶。哈，结果我们讲半天，你喜欢喝奶茶？超奶茶、奶茶黑吗？海陆香是奶茶。哎，那我考你一下，珍珠奶茶就会珍珠奶茶，大珍珠、小珍珠、太珍珠、小珍珠、太粒珍珠、小粒珍珠。哎，海陆有没有？太粒进驻、小粒进驻。那海陆的那个海陆腔的奶茶怎么说？奶茶。那海陆腔的珍珠奶茶怎么说？进驻奶茶。谁准你考我？到底谁准？好，换你考回来，不好意思。谁准？好啦，黑珍珠、白珍珠。乌珍珠、白珍珠。乌进驻、白进驻。那请问一下，黑白珍珠？乌白珍珠。乌白进驻。也可以说喵蛹珍珠、熊猫珍珠。哦，真的吗？这我不知道哎，你自己编的吧？对啊，我自己编的。因为熊猫珍珠就是黑白啊，黑白珍珠啊，对不对？熊猫奶茶有没有喝过？有熊猫奶茶吗？有。认真？外面有卖？有，姐姐真的有啦。它的意思就是它是黑白双混珠。哦，好，那干嘛？你干嘛吞口水？突然很想喝。好，我们今天上面是不是有提到像是红茶？嘿，怎么讲？枫茶。枫茶。那绿茶？绿茶。绿茶。所以你很喜欢喝绿茶吗？我很喜欢喝绿茶，因为我觉得可以去油解腻。对，可以帮助消化。那我问你，不错，蜂蜜绿茶。碰桶绿茶。碰通柳茶，不错哦。那梅子绿茶。梅加绿茶。梅加绿茶。包种茶。包种茶。包种茶，可是手摇饮店好像比较少见这种茶。对，那这个包种茶呢，要去哪里喝呢？听说最有名的包种茶是在台湾的北部哦。然后这里的包种茶呢，闻起来会有一种花的香气。哦，看起来是真的蛮有研究的。对，你是看起来，我们也只是看文字上。好，我希望大家可以开发一下包种茶的手摇饮系列。刚刚台词是不是还有提到乌龙茶？对，乌龙茶。乌龙茶，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除了讲枫茶、柳茶、包种茶、乌龙茶，我觉得要加码跟大家分享一款，那就是茶境地图最灵魂的一种茶，叫做卓颜茶。这是客语字吗？你会念吗？东方美人茶。那四线腔怎么念？抽眼茶。对，就大家会称它是东方美人茶，可是事实上四线腔就是刚刚凯翔念的抽眼茶。海陆腔丑然茶。为什么叫丑然茶？因为是卓园，那卓园是客语，意思就是说那个茶叶被那个小绿叶蝉咬到，所以它因为咬到了之后才产生那种特殊的蜜香，所以我们叫做丑然茶。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人被这个小绿叶蝉咬到，会不会变成东方美人呢？会不会变成东方美人手？是不是？对，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蜜香，我应该会拿那个面速利达姆给你擦，然后你应该会有个小包，说不定他们还不屑咬嘞。这人的味道好臭哦。对啊，那个血好臭哦。好，别闹了。好了，对，我觉得东方美人茶其实它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客观条件在那边，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的，所以当然它就比较贵。对，应该调钱嘞，分享很多老亚茶有相关跟客家话。那接下来呢，要教大家怎么来运用，比如说我们要到饮料店、手摇店要来点餐，用客语来点饮料的时候，你用板来点嘞。那你要当那个老板吗？我来点。好，我当老板，然后你当顾客。可是你可以当客家庄老板吗？所以全部都在讲客家话，意思就是说你的母语是客家话，对不对？然后你不太会中文，我们把人设固定好。对，好，那 OK 可以哈。那我来点哦。老板，我要点那个文阳，我要点那个红茶。红茶黑嘛？黑。红茶一笔。等一下，我老板，我想换那个苹果红茶。加令果的红茶黑嘛？令果红茶。算了，我觉得我想要喝那个奶茶。奶茶黑嘛？我想加珍珠奶茶。还会加珍珠就会珍珠奶茶嘛？等一下，我觉得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是什么？等一下，珍珠奶茶热量有点高，我要绿茶。哦，2分钟，绿茶系嘛？绿茶算太无聊了，我要改蜂蜜绿茶。红糖绿茶。算了，我不会再换了，这我最后要点了，我要半糖去冰珍珠奶茶，大颗珍珠。半糖某一边嘅珍珠奶茶，然后珍珠的太粒嘅，安尼系嘛？超。你有特调哦，我改柠檬蜜乌龙，不加糖，加白珍珠。哦，2分钟柠檬碰糖乌龍，每加糖加拍珍珠係嘛？超哦，四下子耶！你想關門是不是？關門的啦，不是啦，因為一下打烊時間到了，所以我買不到是不是？點 take you 你看吧，有人設很難呢。我們本來想說一句一句好好講，你看吧，你就想要人設，你看它結局就變這樣。大家還有想要什麼手搖飲的名稱呢？歡迎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我好想知道哦，因為我覺得大家如果在外面點手搖飲，像手搖飲的名稱都超複雜，我覺得大家可以留言，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那個複雜的手搖飲要怎麼用客語念。對，那歡迎留言給我們哦。耶，好，記得聽耶克普拉斯薯糖劇透客語 ，Let's talk and ham拜見，張磊彪。你要不要試一下？其實我手邊有蠻多奇特的手搖飲。現在真的出很多奇怪的，我念給你聽。什麼迪麗熱巴，你可以念嗎？迪麗熱巴，誰會呀？迪麗熱巴。哦，是這樣，是不是？我有聽。OK，我有聽過那個啦，絕代雙 Q 奶。切胎啊，這個喝了會不會切胎是罵人呢？切胎是罵人，我媽呀，切胎雙 Q 奶呢？這個客家人絕對不能喝的。還有，芝芝芒果果粒，紫反酸。果粒，最後一個 QQ 奶奶好喝到羊鋪茶，不好意思是咩鋪茶，超難的 QQ 奶奶好零多咩鋪茶，耶，挑戰成功。我們希望可以趕快看到大家留一些奇怪的飲料名稱，好像都被我們講完了。好了，不管。